好大家我哋繼續睇一個柏湖莊嘅兩房533尺緊廚嘅單位。首先入嚟大門啦，飯廳嘅位置呢邊可以擺個4至6人飯台，客廳嘅地方都係可以擺電視櫃同埋梳化。呢邊上有個陽台，咁就對住翠綠嘅針山。廚房嘅地方咧就係緊廚，咁佢係 UV 型設計，氹氹框非常好用嘅。咁有爐頭啦、雪櫃同埋焗爐。我哋睇一睇個洗手間。洗手間咧就係明廁，咁佢有洗機同埋燙衫板，幾缸設計，沖涼就非常方便。我哋睇一睇個房間咧，咁佢就係四四方方，亦都易放家私嘅，亦都係對住翠綠嘅針山。主人房喺呢邊係長方形，咁放完床之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佢亦有一個工作平台，對住就係內園，望到泳池，亦都望到遠處嘅針山。如果要睇樓，隨時聯絡我 Michael， 多謝晒。好大家我哋繼續睇一個柏湖莊嘅兩房533尺緊廚嘅單位。首先入嚟大門啦，飯廳嘅位置呢邊可以擺個4至6人飯台，客廳嘅地方都係可以擺電視櫃同埋梳化。呢邊上有個陽台，咁就對住翠綠嘅針山。廚房嘅地方咧就係緊廚，咁佢係 UV 型設計，氹氹框非常好用嘅。咁有爐頭啦、雪櫃同埋焗爐。我哋睇一睇個洗手間。洗手間咧就係明廁，咁佢有洗機同埋燙衫板，幾缸設計，沖涼就非常方便。我哋睇一睇個房間咧，咁佢就係四四方方，亦都易放家私嘅，亦都係對住翠綠嘅針山。主人房喺呢邊係長方形，咁放完床之後可以放個高身衣櫃，佢亦有一個工作平台，對住就係內園，望到泳池，亦都望到遠處嘅針山。如果要睇樓，隨時聯絡我 Michael， 多謝晒。